C-Smart 無人機外牆檢測系統。依據香港政府新聞公佈報告中，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提到，外牆檢測方面，房委會使用的無人機外牆檢測合約已覆蓋全港所有公共屋邨。依據此政策導向，為此，我們推出 C-Smart 無人機外牆檢測系統，檢測更智能，視覺更全面，操作更安全，讓樓宇外牆檢測安全更高效。首先，我們針對項目樓宇掃描出標模型，在模型中選擇要掃描的區域，選中區域為藍色無人機掃描區域，藍色區域中黃色流動線條為的無人機飛行路徑。第二步，我們按照規劃，對確定區域按照既定線路進行逐層定點打卡拍攝，獲得上百張高清照片。第三步，獲得的所有照片，利用 AI 算法進行缺陷標注。AI 算法可檢測標注多種牆面缺陷，包括且不限於非結構裂縫、混凝土剝落、結構裂縫、外牆缺陷色面、表面裂紋、漏水等。第四步，通過可視化邊模型，我們可以直觀看到樓宇外牆檢測成果。外牆面標注綠色部分為檢測合格，紅色部分為檢測不合格。點擊紅色部分可查閱此區域詳細問題類型。最後，我們得到檢測報告，報告中詳細記載各項牆面檢測不合格事項及提供對應建議解決方案。C-Smart 無人機外牆檢測系統，智能巡檢，安全更高效。